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1月初3，申命記16章20節安尼講：恁着追求公平正義，互恁佇上主恁的上帝賞賜恁最產業的地，久長徛起。三甲來祈禱，愛願追求公平正義，通得久長徛起的天父，願感謝你。主啊，你是至權、至大、至聖的全能上帝，你的名佇全地到這權大，無神明通比。我們來稱頌學羅你的名，主啊，你的慈愛懸到拄天，你的信實到強衝，你的應允永無改變。主啊，你的慈愛哪遐尼寶貝，你予世間人攏通來美佇你實果的保護下。主啊，願要感謝你無煞。主啊，你是聖潔公義的主，你愛阮照你的心意來行。主啊，求你幫助阮，無行偏差的路，互阮知着追求公平正義，互阮佇你，阮的上帝賞賜阮最產業的地，久長徛起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